大家好，又係我明師傅為大家講下這個星期運程。12生肖在2026年2月1日至2月7日的運程，涵蓋事業、財運、感情、健康4方面。鼠年的朋友，這個星期在事業方面，工作壓力稍大，容易遇到挑戰，但只要保持耐心，可化險為夷。在財運方面，偏財運一般，投資需謹慎。在感情方面，單身者有機會遇到新朋友，有伴侶者需避免爭執。在健康方面，注意睡眠與腸胃。牛年的朋友，這個星期在事業方面有貴人相助，進展順利。在財運方面，正財穩定，適合規劃長期理財。在感情方面，感情和諧，適合與伴侶共度時光。在健康方面，注意肩頸與筋骨。虎年的朋友，這個星期在事業方面容易有新機會，但需果斷把握。在財運方面有小額偏財，適合短期收益。在感情方面，桃花旺盛，單身者有好消息。在健康方面，注意血壓與情緒管理。兔年的朋友，這個星期在事業方面工作進度稍慢，需耐心等待。在財運方面，收支平衡，避免過度消費。在感情方面，感情穩定，但需多溝通。在健康方面，注意眼睛與肝臟保養。龍年的朋友，這個星期在事業方面有突破的機會，適合展現才能。在財運方面，正財良好，偏財需謹慎。在感情方面，感情甜蜜，適合計劃未來。在健康方面，注意飲食均衡。蛇年的朋友，這個星期在事業方面容易遇到阻力，需保持冷靜。在財運方面，財運平平，避免高風險投資。在感情方面，感情需耐心經營，避免冷戰。在健康方面，注意呼吸系統。馬年的朋友，這個星期在事業方面有新合作機會，利於拓展人脈。在財運方面，偏財運佳，可能有意外之喜。在感情方面，感情進展順利，單身者有機會脫單。在健康方面，注意腸胃與飲食。羊年的朋友，這個星期在事業方面工作壓力稍大，需調整心態。在財運方面，正財穩定，偏財一般。在感情方面，感情和諧，適合表達心意。在健康方面，注意皮膚與免疫力。猴年的朋友，這個星期在事業方面思維靈活，容易有好表現。在財運方面，偏財運佳，適合小額投資。在感情方面，桃花旺盛，單身者有好機會。在健康方面，注意作息規律。雞年的朋友，這個星期在事業方面有新挑戰，需保持專業態度。在財運方面，正財穩定，偏財不宜冒險。在感情方面，感情需多包容，避免爭執。在健康方面，注意腸胃與飲食。狗年的朋友，這個星期在事業方面工作順利，有貴人幫助。在財運方面，財運良好，適合規劃儲蓄。在感情方面，感情甜蜜，適合增進感情。在健康方面，注意牙齒與口腔。豬年的朋友，這個星期在事業方面有新機會出現，需積極把握。在財運方面，偏財運佳，可能有意外收穫。在感情方面，感情和諧，單身者有好緣分。在健康方面，注意消化系統。這是綜合性的生肖運程推算，屬於大方向的參考。若你想要更精準的分析，請聯絡我，我可以結合你的出生年份、月份、日子與時辰、八字來推算，會更貼近個人狀況。